咱现场的兄弟姊妹，也是伫网络顶悬咧参加礼拜的，咱必拜心。恁着学乐耶和华，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请兄弟姊妹起立，咱三甲来吟圣诗150首，我来亲近耶稣。150首，我来亲近耶稣。4节，咱吟全首。请游员徛底，咱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
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上国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较现开启应文第34篇，启应文34篇后壁1059面，也是诗篇146篇。启应文第34篇，我来请大家来引。要称赞上主，我一生要称赞上主。毋通瓦克君王，伊一个断开就归途。靠雅各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万物。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上帝讨帮受关家的人。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上主保护出外人，伊扶持孤儿寡妇。上主为永远做王。第声着称赞上主，做伙压头来祈祷。万关联的上帝，阮来学罗你，来感谢你。你伫过去即几个月遮大的疫情变动的时，你保守台湾，保守阮教会，无甲别国比较起来，无拄着恶担当的事。主，阮将一切的荣光归互你。嘛为着你的怜悯来甲你感谢。阮伫礼拜进前，阮伫你面前来反省，求你怜悯阮。阮欠缺信心，阮若有过头烦恼，要食啥物、穿啥物，会得到病毒的扰乱的时，主，你求你借着今仔日的礼拜，阮来到你的面前，该得到提醒。主，你讲阮所欠命的，阮所烦恼的，你拢知，毋若干那知，你嘛拢一定备办。阮感谢你，为着全世界伫大国在相争的时，全世界的处事有真大的变动甲调整的时，主，你纪念
但这地球顶悬所有普世的教会的信徒，主拢会当为着执政者来祈祷，互阮会当平安、端正、敬虔来过日子。阮求你怜悯，为着阮教会决定后礼拜明仔载开始，伫6月份要恢复阮礼拜堂下礼拜，大大甲你说多谢。主你嘛看，我知你嘛知影兄弟姊妹圣歌队因热切要恢复三甲自职、三甲服侍的心。主求你帮助阮，互阮倚靠你来细字行，阮一步一步倚靠你的保守来照顾。为着今仔日的礼拜来祈祷，互阮伫礼拜中会当来对着讲道来心得着试测，使阮谦卑受教的心，互阮会当学习伫财务金钱上会当看教会甲别人的欠缺，赢过看重家己的需要。阮搁一摆来经验阮甘心乐意的献金、献心、献力来得到主你的欢喜，伫你的目睭前来得到娱乐。为着咱伫即礼拜搁伫病床中，也是伫厝内身体欠慢的素分者交甲技师伊甲无认名的兄弟姊妹，主你拢知，你伫因的病床，伫因休困的所在来甲因同在照着医生逐人边仔人的照顾，互因得到伫你的医治来得到来欢喜。阮望会当紧紧后礼拜，毋是干那阮恢复聚会，嘛会当看到因伫阮的中间，大家三甲敬拜来服侍。阮为着今仔日的礼拜，对头到尾，阮的感谢、阮的祈祷阮的敬拜，拢得到你诚做芳芳的者，得到你欢喜。阮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免。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阮恳求的声。今仔日是基教团契来献诗有2首，第一首是耶和华祝福满满，第2首是野地的花。
今仔日的经节，今仔日上帝话记载伫路加福音书21章第1节到第4节，伫台语和日本96面。新约路加福音书21章第1节到第4节。听显着了，咱做伙经节无长，咱做伙来读。耶稣夜目看起遮个好野人，将因所献的迄落苦包，佮看起一个送香的守寡人，将2个半厘迄落去，就讲：我真实甲恁讲，即个送香的守寡人所献的，比正人所献的较侪。因为正人是对因有剩的迄落去献，若是即个负责人是对伊个无够的，一尽迄伊所挖课的来挖。咱今仔日请本堂总务师来讲道，伊个题目是守寡人的奉献。咱搁再一摆三个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阮将下晡时间恭敬交托伫主你的手，求你的圣神来引带阮，来领受主圣经所予阮的教示，予阮会用遵趁主你的话语，予阮的性命因为你的话语更较丰富，更较丰盛。求你圣神感恩三角地地，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六月廿节，大家平安。今仔日我要继续来关系到金钱的一个主题。今日我要讲的是奉献。有一个未信者就无导游因为信徒会因带伫圣诞节来到伫教会参加赞美的礼拜。哇！伊感觉讲哇，来教会真的是足好的。圣诞节足闹热的，有足好听的诗歌，有足好的讲道，牧师真贤讲。然后呢，讲到了时阵，哇，还有摸彩呢！谁人有摸彩？伊看到迄奉献袋安尼传，伊讲哦，还有摸彩，即间教会实在真好。用上帝好你即间教会也好，互我用祝福我有福气，会摸到一个大奖。这是未信者。毋知影奉献的意义，咱基督徒爱知，参照这位信者所讲的，奉献是对咱每一个基督徒真好的一个祝福。我甲讲一遍，奉献是对咱每一个基督徒真好的一个祝福。我相信奉献这个信息，咱真少伫讲台面顶来讲，毋过确实。足重要，足重要。期待咱今仔日会用对今仔日的信息的中间，互咱的生命会用来经历到上帝的祝福。路加福音伫今日所读的经文内底21章的第1节到第2節伊安怎讲？伊讲耶穌夜目看見遮的好野人，將因所獻的。迄落庫房，因看見一個送香的守寡人，將2個半厘迄落去。伫遮，咱能看到耶穌伫遐創啥？夜目觀看啦，看見啥？伊伫遐看啥？看人奉獻。伊看到有2款人的奉獻。一款人是啥物人？好野人提出因有剩的来奉獻。第二个是安那一个善的守寡人献伊无够的，所挖苦来挖的。耶稣咧看即2个奉献了后，伊安那伊来称赞即个守寡人，讲迄2个半厘的奉献是上济、上慷慨的奉献。所以兄弟姊妹，当耶稣看咱咧奉献的时阵，你想伊讲的。称赞咱的奉献，咱今仔日要来看奉献的意义。第一，咱来看奉献的内涵。
耶稣为什么会来称赞这个寡妇的奉献？寡妇伊奉献的只不过是咱的汉语本圣经叫2个半厘，2个半厘安怎算？咱就是一天工钱的126%啦吼。我算过哦，咱若一天一个工钱是1000块，等于是偌济钱？30块。这30块是伊安那落地啊安那所有的啦。就是讲，伊爱靠这30块继续来过日子，你想，这个寡妇有善无？足善起来啊！耶稣讲，寡妇这个2个半厘的奉献，却比所有的人加起来搁较济。伊的奉献是上大、上慷慨的。所以，伫咱遮咱看到上帝得意的，毋是咱奉献的金额的偌济啦。上帝毋是咧得意这，上帝。看到这个寡妇的奉献，谁来甲称赞？因为这个寡妇的奉献，甲所有奉献的意义，拢完全来显明出来。奉献有一个真重要的内涵，就是讲奉献，就是要表达咱对上帝的听，甲对上帝的信靠，甲信心。所以有一个牧师，这个牧师是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牧师，叫做莫里斯牧师吼。伊伫这个 TV 某伊的频道吼，伊有写一本册叫做《蒙福人生》。我今日有一寡例是对这本册吼，甲摕来鼓励。这个莫里斯牧师伊就讲啥？上帝每一天拢咧看咱安怎来用咱手中的钱，以及咱要安怎互人。甲要安怎来奉献？上帝每一天拢咧看，亲像耶稣伫即个圣殿头前咧看人安怎奉献共款。所以咱伫遮咱看到，其实奉献有一个内涵，就是听会关系到钱。虽然讲到钱，大家讲啊，你牧师做世俗的，啊，咧讲钱，我甲你讲，这钱是上实在。奉献就是要表达咱上深的一个疼心，甲一个人的心。讲到钱，讲到疼，一定会忘到钱。吼，咱讲到疼，一定会忘到钱。咱常常一个翁仔某出去食饭，这个翁婿对因某讲：哦，我足疼你的，我足爱你的。毋过食一顿饭了后，要叫伊付钱，蛮倒霉吼。安尼讲真是疼。所以我讲。听一定会关系到钱吼，若听忘袂到钱哦，迄讲是真诶听。咱来有当时吼，咱来小可考虑咧。虽然牧师咧讲很俗气，毋过这是真实在诶一个情形。听一定爱付出啦，无付出的听是假。咱的爱这个字，伫台语就读足疼，我最爱台语这个字吼。相信这个寡妇伊咧奉献的时阵，会疼无？足疼的啦。所以呢，这个奉献有一个新学家讲，奉献爱奉献到什么程度才叫真正奉献？奉献到你会疼，你会感觉爱欠亏哦，爱去加倍努力的时阵，这个奉献才显出一个疼心来。这是新学家所讲的。过来。奉献有一个内涵，就是讲必须爱有一个牺牲啦。财主的奉献，谁人无互上帝来称赞，无互耶稣来称赞。兼在这个财主可能伊奉献有剩的，这个金额比这个寡妇搁较济啦。这个可能是一笔真大的一个小额，毋过伊无比耶稣基督来安怎来甲称赞，因为安怎？伊是献出伊有剩的，啥物叫有剩的？就是伊无需要嘛。所以呢，对这个好野人来讲，这个有剩的对无啥物影响。我讲一寡疼的感觉都袂，都无啦。一眨眼吼，连疼都袂疼安尼吼。所以呢，寡妇的奉献确实伊安怎性命的全部，甲这献出去了后，我明仔载阁有饭通食无？我明仔载会枵死无？这是牺牲。所以帕克博士有讲，不然将无需要剩的金钱互上帝，上帝安那不屑，甲伊安那直接等落即个迄落伊的地价嘅内底。毋过伊却捡起来
即个亲像即个寡妇的即个两个半厘啊，将伊摕来伫喙内底来浸，佮家放伫永远的金库的内底。这是帕克博士所讲的，看重的是啥？一个心啦，一个牺牲的心啦。所以这是奉献的内涵。第二，咱要看的是上帝是咱奉献的供应者。咱拢爱知哦，若讲到金钱的奉献的时阵，大声咱会相信，咱的上帝是咱所有经济财富的供应者。咱今仔日咱会用奉献，咱会用互人，是因为上帝先奉献互咱，甲互咱。所以呢，咱毋免惊，上帝将伊家己慷慨互咱，安尼呢，咱嘛爱安那共款慷慨来奉献。来互人，希伯来书11章的第6节有讲，世事无信，就袂为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的确着信伊，也是报赏遐个求伊的人啦。所以伫遮讲到啥？上帝讲，你爱相信我是一个安那赏赐的上帝啊！伊会赏赐超找伊的人，所以呢。伫遮上帝，咱爱信，安尼上帝会欢喜，咱相信伊是一个赏赐的人。每一个来到上帝面头前的人，咱要奉献的进前，咱若无相信上帝是咱的供应者，咱奉献袂落去。我像我咧奉献落，上帝若无个赏赐我金钱，无供应我金钱，我要安怎生活？所以大声奉献爱安那相信。咱所有的奉献，上帝会来供应咱。上帝要安怎来赏赐咱？伊伫即个路加福音第6章第38节讲啥？互人的就要互人，要用竹叶的斗、字、摇，互伊十甲盘出来，拼伫恁的衫被。哦，这是第6章38节所讲的。所以，遮有一个律，啥物律？就是一个我甲讲做慷慨奉献的一个报赏的一个律啦。伊讲啥？当你来互人的时阵，当你来奉献的时阵，安那上帝要加倍互恁，用安怎？用竹叶的斗，用字的，用摇的，互伊安那十甲盘出来，拼倒伫你的啥？伫衫被内底。所以。当咱来愿意互人、愿意奉献的时阵，上帝安那加倍来报赏咱。我望每一个兄弟姊妹拢进入上帝即个安那即个律的内底，咱来知这是一个真慷慨，上帝欢喜安那要来供应咱每一个人，咱来去经历即个丰盛。所以咧，伫创世纪12章的第2节，咱即个经文大家拢作熟的吼。就是上帝咧祝福亚伯拉罕，上帝祝福亚伯拉罕有一个目的，就是啥？要互伊成做祝福别人的人啦。所以讲，我要互你成做大国，我要赐互你，互你的名最大，你也要互人得到福气。所以伫遮咱看到上帝非常强烈，安那讲到讲，我要互你成做大国，我要赐互你。上帝就是安那讲。我就是要祝福亚伯拉罕，要祝福伊要创啥？互亚伯拉罕来成做祝福别人的人。所以这个观点一直到即阵拢无改变。上帝甲伊的这个财富，甲伊的资源，安那赏赐互咱，有一个甲亚伯拉罕同款的目的。伊赐互咱，就是要爱咱安那透过咱的奉献，透过咱互人。来成做别人的一个祝福，所以兄弟姊妹讲到这个财富，讲到金钱的祝福，上帝互咱更较丰盛，目的就是安那，要互咱去祝福别人。过来，所以这是一个对亚伯拉罕一直到即阵上帝祝福的一个完整。有一个我看一篇文章伫活泼的生命有一篇小小的故事，伊叫啥？荒唐的经营方式甲伊的结果。
这篇故事咧讲到，伊的主角是三浦林子，是日本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家。伊甲伊的丈夫同款，拢是一个作家。两个结婚了后，因两个原本讲希望讲爱用来专心来来写一寡物件吼，来写册。毋过呢，为着生活，所以呢，因只好开一个杂货店。啊，这杂货店哇，生意哪来哪好呢？吼，无偌久呢，哇，咱看伊安尼啊，生意安尼足好诶，无偌久，伫对面，人个搁开一间甲因共款诶杂货店。啊，毋过生意却不如因啦，吼，无他趁遐济钱。有一天，即个三浦林子的丈夫就甲即个三浦林子讲：啊，对面迄个杂货店吼，因那像一个吼当咧读册的一个囡仔，所以吼伊的经济压力一定真大啦吼。咱来甲伊斗相共。这三浦林子就问伊的丈夫讲：啊，咱是要安怎来斗相共？啊，伊的丈夫就讲：咱用故意，互咱的即个杂货店内底欠一寡即个货品吼，欠一寡货。当即个人家来买遮的货的时阵，咱就咱就介绍伊去对面迄个杂货店来买啦。啊，伊就好啊。哇！啊，即个三浦林子听到因丈夫安尼讲，伊就照因丈夫的意思去做。果然，对面迄间杂货店生意有好起来无？有啊，有好起来。毋过呢，伊家己咧，即间杂货店咧，生意哪来哪歹，啊，收入就变少。所以呢，这篇的这个标题叫做“荒唐的经营方式”啦吼。有啥物人会安尼来做生意？无，敢有基督徒会安尼做？基督徒甲世间人咧做生意的方式拢无共款。世间人到一件代志。就是我要趁钱，拍拼来趁钱上好。我甲所有对面的杂货店，甲我所有的竞争的对手，拢甲拍败啦。啊，你全世界的钱都拢互我趁啦。基督徒活伫即个世界，毋是靠着即个世界的律，是靠着啥？上帝的律来活。上帝的律是啥？就是我头拄仔所讲到的即个。慷慨奉献的一个报赏的律啦，所以你看起来，这个世界带予咱的是安那，搁较侪竞争，搁较侪的痛苦。基督徒呢，却把逐项的这个好的物件、善良的物件带到这个世界，互这个世界变甲搁较好。三浦林子伊的生意变安那，变较轻，啊，收入变较少，毋过伊的时间怎啊？变较济，所以三浦林子就开始有时间来写册。这个时阵，伊就伫伊这个杂货店内底来完成这个60年代轰动日本上出名的一本册，叫做啥？叫做《冰点》啦。就是这个《冰点》，捌看过无？捌啦吼，这本册足有名。捌拍成电影嘛？捌拍成这个戏剧吼。这个三浦林子，佮甲这个冰点这本册，甲寄去朝日新闻哦。朝日新闻得奖，佮有奖金1000万的日票啦，1000万的日票。所以，因为伊慷慨、伊善良、伊所有损失的钱，上帝安那？通通还给他，而且是什么加倍奉还。所以那安尼，唔是讲钱的这个得到利益尔。这个三浦林子相当有名，因为这本册，所以因为冰点这本小说，甲这个三浦林子，甲塞去哩这个日本的一个文坛的一个上官方的所在。所以基督徒咱现在咧看。咱活咧，毋是靠咱手安尼，杂货店啊，趁这300块、500块、1000块、5000块哦。咱有当时啊，人得意遐个蝇头小利吼。咱爱进入迄个上帝迄个律的内底，咱爱欢喜慷慨来奉献，欢喜互人。上帝要参照三浦林子共款，后壁要为咱备办一个更较水、更较大。
咱若唔咧看啥三不林子啦，唔甘哇，个钱去用趁了了，我收入变较少，我得意要一直要趁钱，伊有时间来写即个册无？无啦，都未有今仔日三不林子甲冰点这本册。所以咱来看到，基督徒活伫世间，毋是靠手去掠啦，是来守伫啥？守着上帝的律内底。上帝伫伊的律内底，为咱备办非常丰富的机会。上帝来赏赐所有慷慨的人，对人慷慨的人，对人善良的人。基督徒爱建立伫即个得到祝福的一个法律内底。咱毋通行世界的路，咱来行啥？上帝的路。上帝的路，互你足较开阔，互你更较经验到，哇，迄个是足水足大的一个物件。所以奉献毋免惊啦。我要讲这是讲啥？就是当咱奉献的时候，咱想到讲，咱有一个上大的供应者的时阵，而且即个上帝欢喜将伊所有的资源拢互咱。只有一个点，咱爱安怎？参照阿伯拉罕共款，慷慨来奉献出去。慷慨互人，加做别人的祝福，这是一点。再来，咱要来看11奉献吼。讲到奉献，咱就一定会讲到11奉献。咱圣经内底有一段定定咧讲即个1/10的奉献，就是这段马拉基书的第3章的第10节甲第11节。伊讲啥？万军的耶和华讲：恁着用10分的1分，完全送入去库库，互我的厝有米粮，用即个来赐我，来赐上帝。看我个人甲恁开天的窗，饼福气互恁，到无地通下无。万军的耶和华讲：我要为恁积备草莓，无容允伊来毁坏即个土产。恁产里的葡萄树伫未熟的大生，也无落粒。啊，你姊妹经文遮所讲的是安怎？10分的1分是安怎？是当纳的，就是咱应该爱奉献的，咱应该爱提手的奉献。有人讲这是旧约的规定，1/10对犹太人才有效，才有这个约束的来。咱对咱今仔日的人来讲，咱唔免去讲1/10到底这个是安怎算？我感觉这唔是重点，重点是啥？咱爱有一个对上帝提手一个奉献的心，这是一个。所以即阵有足侪拢改做啥？约定的约定奉献有无？咱教会有咱有约定奉献。不再称11奉献，都是安尼哦。所以伫遮，咱爱提手的，就是安那，咱爱参像圣经所讲的1/10的奉献。上帝讲：你甲伊送入去我的府库，咱中间我鼓励咱也未开始决定奉献1/10奉献的，咱已经开始来1/10奉献，因为1/10奉献是基督徒得到祝福的一个开始。1/10的奉献有2个超越这个自然的一个情形。第一个，看到经文，伊是超自然的资源。上帝安怎讲？伊要安怎拍开天顶的窗啦，变福气互恁，变到什么地步？互恁无地可容啊！互恁无迄物件安怎地拢满出来啦。第二，就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保护。伊要安怎斥责蝗虫？伊要来击毙这草莓。伫你葡萄树也未熟，真正的果子拢未落落来。伊要来保护你的财产啦。所以咱看到1/10的奉献，安怎是基督徒得到福气的一个开始。所以我想鼓励大家爱开始来迄个1/10的奉献，这是一个得到上帝的祝福。这是一个得到祝福，唔是讲咱奉献大一钱。有一个兄弟，伊来做见证，伊本来是一个驶客灵车的司机，本来生活过会得过啦，毋过呢，因为替人做保，去用倒，
所以欠足济即个孝务，所以所以伊原本有1/10奉献，伊就甲伊的1/10摕去安那要来行孝，伊想讲安尼会较紧，甲即个伊的负债来甲你甲还清，来改善处理的经济状况。啊，弟姊妹，这毋是一个真好的办法吼。这假的我讲哦，来照着咱即则经文啊啦，怎读来着上帝要祝福伊的一个管道啦吼。即个兄弟也讲啊，安尼会用较早会用甲即个债务来完全来行掉，无想着讲伊的经济有安尼来得到改善，无啊，颠倒无去教会，打拼趁钱要来行孝，所以呢，一段时间了后，伊感觉讲哪来哪无平安，哪来哪，佮安尼哪惊吓安尼，所以呢，伊就只好去找牧师。牧师就鼓励讲：你爱第一，你爱恢复聚会，你爱恢复你甲上帝的关系。若有可能，你嘛爱开始恢复你的1/10的奉献。试看卖啊啦！这段经文讲你试上帝嘛，看上帝替你开路无？所以伊就开始等去教会聚会，佮安那恢复伊的1/10的奉献，真奇妙吼！这是一个见证吼。伊讲当伊开始恢复1/10奉献的时阵，伊开始奉献8天。内底，因为伊的一个同事甲介绍讲，你去机场吼，来去接即个外国的人客，哇，8天尔要趁3万几箍，伊就讲伊8天趁3万几箍，然后呢，哇，伊就做有信心的继续奉献，继续奉献。伊讲伊即阵逐个月拢安那，上帝拢互伊有够额，有够额，无搁为着钱安那来烦恼来操烦。上重要，伊个安那恢复着伊甲上帝的关系啦。所以奉献甲即个互人，特别是1/10奉献是非常重要的即个一个态度啦。伫头拄我所讲的莫里斯牧师，伊迄本册有举一个例，即本册迄个例，毋是要讲伊看伊安尼奉献偌济，趁偌济。咱要看是安那，看到1/10内底，上帝是安怎来祝福伊。伊讲伊有一个朋友，伊足认真咧，毋过伊咧趁钱啊啦，伫美国一年才趁差不多37000块美金，一个月差不多是3000块美金左右尔吼。所以这是美国人一般的收入。伊祈祷的时阵就讲上帝啊，我要为着你来做工，我要为着。我要搁奉献搁较侪钱互你，毋过我的钱就是安尼尔。上伊咧祈祷，上帝就甲伊讲：你若甲你的奉献的15%，你奉献互我，你啥物时阵安尼做，我就互你的收入增加。你若甲你的收入的部分奉献提悬到20%，我要加倍。你若搁提悬到25%。我要搁祝福你，搁加倍。哇！这个兄弟听到安尼，就开始我试看卖啊啦吼，1/10增加到15%无济嘛吼。所以呢，伊就掠掉上帝的话，掠掉这个安那，互伊会用来开阔伊的信心，甲安那，互上帝欢喜的一个机会。我讲奉献是安那，是会开阔咱的信心的。当咱来奉献听上帝的话，奉献的时阵，你会发现讲，哇，上帝真的是照圣经所教示的来祝福咱，来赏赐咱的时阵，咱的信心会哪来哪大？咱对咱上帝会哪来哪有信心？相时咱相信上帝是供应咱的时阵，咱希伯来书讲的，咱互上帝欢喜啦。所以呢，这个兄弟呢，伊这本册讲，伊就马上把伊的收入的15%奉献给上帝。迄年，伊的收入就对37000增加到75000美金。然后伊讲，哇，这个上帝是真的呢吼。然后呢，伊搁安那过年，伊搁把伊的这个奉献提悬到20%。哇，上帝果然予伊15万。搁过一年。提悬到25的时阵，上帝予伊30万。哇！伊的信心足大，伊讲哇，上帝你真的是所讲的拢无白贼。这个莫里斯牧师讲，这听起来那像安尼不可思议的代志，
不过伊讲，即个见证是真的，是伊的朋友。然后呢，即个兄弟呢，伊就继续提悬伊的奉献，甲35%。迄年伊的收入增加到120万的美金啦。哇！即个兄弟呢，趁愈侪钱，伊就奉献愈大，继续奉献。莫里斯牧师讲，即个奉献的重点，我有讲过，毋是奉献偌济会用趁偌济钱。即个见证的上水的所在，就是讲，当上帝甲即个人讲你爱去奉献的时阵，伊就完全照上帝的意思去做。所以伊的奉献是安那？是一个互上帝欢喜，甲愿意互上帝使用的心。伊甲上帝讲：我所有趁搁较侪钱，我要搁较侪来奉献互你啊！所以伫遮毋茫咱会用掠掉即个奉献的一个核心，就是讲，咱的奉献是要互上帝欢喜，甲愿意互上帝使用的一个心啦。这才是咱奉献主要的原因。兄弟姊妹，我看到即个见证的时阵，我咧想。上帝谁那会互即个人对一年3万块增加，甲收入增加到120万啊？上主要的，上帝无欠钱啦，上帝无需要咱奉献互伊啦。上帝是要安怎？是要观察，伊要看，到底我要将我的金钱，将我的即个财富。交托予啥物人去管理？有啥物人伫我的金钱内底是用忠心来使用遮的金钱？伊要找一个会信任的人啦，愿意慷慨、愿意奉献的人，对伊的财务对上帝诚实的人，上帝应甲伊的财务来交予伊。伊是一个忠心的一个奴仆啦。所以呢，上帝若甲金钱交予遮的人，伊会奉献，伊会去帮助其他送养的人，所以送养的人会用得到照顾。所以我咧讲，1/10是上基本的。所以我一直鼓励兄弟姊妹，咱1/10奉献，这是伫圣经内底非常清楚来甲咱讲的。基督徒咱要进入即个咱的财富的一个祝福的一个开始，咱咧对细汉。就建立一个对上帝一个对的一个态度啦。对细项金真小数目的钱开始，咱养成这个习惯，安尼咱就袂感觉奉献是遐尼困难。有一个兄弟甲牧师讲，牧师啊，我最近伫1/10奉献拄着困难。牧师问伊讲，你到底拄着啥物困难？伊讲我顶届一礼拜收入是50块，我奉献5块，我感觉安尼袂歹。然后呢，即个收入增加到500块的时阵，奉献50块嘛无问题。毋过我即阵收入一礼拜变成5000块，爱奉献500块，伤济啦！这金额伤大啦！我实在奉献袂落去啦。牧师，你能替我祈祷无？这牧师讲好啊，这个是确实爱需要来好好来祈祷。要甲上帝祈祷讲，上帝啊，这个伊讲伊的收入伤悬啦，一礼拜收入5000块，爱奉献500块，伤济啦，伤困难。上帝啊，你莫阁为难伊啊！求你家己甲伊的薪水降价到500块的时阵，安尼伊奉献50块，伊就不为难了嘛。虽然这是一个笑话，毋过咱有当时咱看到是啥？上帝对咱是遐尼慷慨，上帝互伊的收入一直增加，对50块、500块、5000块，伊拢无看到上帝是遐慷慨，加一个500块趁5000块，奉献500块，安尼奉献袂出来。所以看到啥？上帝对咱足慷慨的时阵，咱对上帝奉献足当算的啦，甲上帝一直咧计较。上帝若祝福咱的时阵，咱发现咱就哪自私，你知道？
上帝互咱更较济的钱，咱的心却互即个钱，甲咱捆绑，甲咱霸占啦。安尼，上帝是要咱来祝福咱。上帝互咱遐济钱，有啥物路用咧？颠倒像即个兄弟共款，为难呐，伤困难呐。所以呢，安尼上帝真难去祝福咱，兄弟姊妹，上帝毋是无爱互咱。像咱上帝，我讲过，像咱互迄个兄弟对3万块变成120万的收入，真简单。因为上帝知影即个人会用信任，上帝知影即个人袂霸占伊的钱啦，伊袂霸占上帝对伊心肠的即个祝福。所以兄弟姊妹，这是足重要的1/10，显出咱对上帝的心意。1/10，互咱看到咱的信用到底是安那，是啥物款的？咱是毋是欢喜来奉献，欢喜来互人来分享上帝的祝福？这是1/10非常重要。所以有人讲1/10是一个照妖镜，对咱的信用来讲，看出咱到底咱对上帝的心意是安那？到底咱是毋是真正有疼人疼上帝？所以透过1/10来经历到上帝丰盛的见证真济啊！安怎讲都讲袂了。简单来讲，就是一定要1/10。我个人认为，1/10是咱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提守的一个奉献，并且我个人认为啦吼，1/10要奉献伫倒？奉献伫家己的教会啦，莫奉献去外口啦。因为你伫即间教会内底是你的家呢，你用遮的资源，你伫遮，我讲过哦，你用遮的资源，你应该对即个家要有一寡有一寡心意啦。有个人讲啊，我奉献落教会，教会落我白用钱。我讲哦，奉献出去都是上帝的钱，上帝知影伊要安怎来管理。牧师来乱用钱，阮查囝常常甲我讲，上帝会用十字架打你的嘴巴。所以你要相信上帝，教会是上帝的，这钱是上帝的，上帝会派适当的人来管理。咱唔通安尼奉献一寡钱，咱就感觉讲啊，你钱应该用伫这，用伫这，用伫迄，唔是。所以咱对奉献，咱爱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而且1/10唔是咱奉献的顶啦，唔是天花板啦。咱个人奉献更较济，咱有建堂的奉献，咱有宣教的奉献，咱有济需要事工的奉献。奉献哪济，上帝要看，上帝要安怎来祝福咱。这是今日我要讲的。咱有当时咱讲这个奉献，安尼咱就咧歹势讲。圣经就是咧是安尼，圣经5万咱的兄弟姊妹拢得到祝福啊，透过这个奉献来得到祝福啊。一个牧师见证伊少年时阵1/10奉献的软弱，伊就对家己讲：上帝啊，你也是要用我这几千块来表明我甲你放伫我心目中的第一位，真俗，真好办。毋是要叫我去非洲，所以咱咪当好讲，毋是要叫我参像即个散车的即个寡妇共款，将伊全部的钱拢甲献出来，都好谈。兄弟姊妹，1/10我讲嘅是对咱的信用真实的一个挑战。挑战咱讲对上帝的话语到底有信无？咱的圣经甲咱讲你用试看卖啊咧。伫圣经所讲的话，伊讲1/10，你试看卖，看我会安尼来实现无？你看我会安尼来做，来报赏你无？所以，甲即个2000多年圣经所写的经文，伫即阵咱用安那来落实，咱来看圣经对今仔日犹原是非常的真实。上帝的话语犹原是遐尼来有困难，所以呢。咱用来试看嘛，对1/10奉献来开始。所以鼓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都要勇敢来踏出信心的一步去奉献，勇敢来奉献，咱去经历到上帝伫马拉基书所讲的，要咱的祝福。伊要安怎拍开天顶的窗，变福气伫咱的心上，变甲无地可容啊！这是真大的祝福。咱三甲来祈祷。天父，我感谢你，你将奉献
的即个态度，搁再一遍来教示阮。主，你要互阮对奉献的内底来得到祝福。主，阮恳求你，互阮过去伫阮的奉献无够额，阮的心智软正的时阵，主，你搁一遍互阮有信心。阮看到你是赐福的上帝，你要赏赐阮，当阮互人的时阵，你要互阮愈济，你要伫阮心上搁较有大的祝福。主，阮将阮个人伫即个金钱的管理的面顶，主完全交托伫主你的手，互阮无互金钱来霸占，互阮无正做金钱的奴仆，金钱免来捆绑阮，互阮对金钱的管理有一个自由，因为你是赐阮自由的上帝。主，阮恳求你，互阮会用伫金钱的面顶做一个好的管家。来管理你所托付阮的金钱，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多谢牧师介绍，互咱大家一个得到福气的重要的方法。咱三甲来吟诗，来学了上帝374首，圣诗听起救主出声得叫，4节全首。374首，听起救主出声得叫，请起立。这是奉献。
做起立奉献的时光。请坐。教会消息的报告，它第一项就是咱按对后礼拜日开始来恢复礼拜日2场，礼拜长的礼拜。当然是爱咱继续配合政府的迄款疫情的措施，像讲爱戴喙安、量体温、适当的保持社交的距离。若真正无方便，也是心袂便的身体的关系无要紧。教会嘛继续透过网络参加礼拜。第二项，后礼拜开始平安礼恢复平安礼大家爱佫提醒，就是讲握手以外的致意用别种的方式来表示。第三项，明仔载开始佫团契查经祈祷会献歌队拢全面来恢复聚会。我知有的教会有的团契一定开始偷跑无要紧。伫详细伫第8版的这边的聚会，周间的聚会拢有恢复。另外周间的阮长青热火站智慧型手机班甲拜六的儿童才艺营即季拢还佫是暂停，咱到9月才佫开课。另外7月当年儿童主日有迄社区的儿童夏令营今年停办毋过咱有改做咱回来的主题的迄款夏令营。第六项关于着爱餐的决定，阮是佫继续来观察，希望会当佫较好的时、较安全的时，咱才来恢复，请大家来谅解。第三项，按对4月20开始，咱继续佫有开始有上帝甲上帝有相约使徒行传的灵修日期甲进度经文伫遮，请大家伫家庭。中间也是个人来继续。第4项，今年的大神奥运会的奉献嘛继续咧收，若无方便的时，咱教会干事、黄干事会代替你长老来收，嘛是还佫继续有。另外第6项，那去年的奉献证明有需要要为着报税。请来联络办公室，看是来亲身来摕，还是教会会当用挂号寄去有需要的人的兄弟兄。另外，具体的消息继续为着受婚者甲交家执事的恢复甲复健来祈祷。咱牧师有啥物补充？今日是最后一届。网络的礼拜嘛，圣诗上用的诗389首，俄罗上帝至关至尊，上用煞请张牧师祝祷，请起立。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大家伫地，对这碟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侪绿岛避讳